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美国川普选调先报道，咱驻美代表卢大雷已经把祝贺文件交出去，川普就日进前可能甲咱总统热情的通话。台中民众要宵夜转来看杯仔头顶刷印一句“我的祖国袂使切割”，引起争议。业者赶紧回息咧，讲袂去使用。以色列甲哈马斯已经战400天，阿拉伯国家卡达宣布，因为看不因双方要讲好生意，袂瘾佮出来斗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看美国的前总统川普，即马是搁再选调，伊嘛已经开门表明，讲袂邀请前国务卿蓬佩奥来立国。也先是报道，咱驻美代表卢大雷，甲川普即届国务卿的可能人选欧布莱恩已经先见面食饭，嘛风声讲川普就任进前，可能甲咱总统热情地来通话。特别重回北京，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积极调组内阁团队，不过最近的社群发文宣布，未邀请前驻联合国大使海蒂、加前国务卿蓬佩奥入国。另外，外国媒体点名川普指点定的国务卿可能人选之一是川普的前国安顾问欧布莱恩。Something similar from the Chinese with the buildup of the PLA Navy now. Maybe in 10 or 15 years they'd be in better shape to do it, but even once you get to Taiwan, there are very few landing beaches. So I think it's a hard operation. 做国安顾问期间，欧布莱恩就正关心中国对台威胁，写真了也甲台湾政府互动密切。2023年3月时阵，也率团来台访问，甲迄时阵的总统蔡英文、副总统大清着见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最近报道，欧布莱恩初次甲咱的驻美代表于大雷食中昼顿，佮收到热情的总统的正式贺函，然后转交予川普团队。报道也表示，真侪前川普政府官员讲，川普伫政权交接期间，有可能甲赖总统通电话。外交部已经请我国驻美国代表处转送赖总统致川普总统当选人的贺函，除了祝贺胜选外，也表达期待在台美紧密友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与川普政府的合作。至于相关细节，外交部没有评论。我个人觉得，不可能在1月20号以前，川普上任之前，跟赖总统进行一个电话的一个交谈。毕竟这个已经有先例了。那另一方面，川普他当然还没有上任，他不是美国官员，当然也谈不上有任何的一个违反美国所谓一中政策任何的一个问题。学者指出，川普的特点就是无确定性权，无排除伊可能希望透过甲台湾的互动来施压中国甲美国进行贸易谈判。最研判依照前总统蔡英文甲川普通话前例，传来通话也有可能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统战的票据，敢讲已经无所不在。台中有民众去买宵夜，当来煞看到红杯啊、塑胶膜顶头印一句讲。我的祖国袂使切割，这业者是赶紧出来回息咧，讲是买到中国的杯仔红膜，唔知详细，讲袂去使用。台中市中明路这间阿辉豆腐糕是一间连锁店，虽然伫网络有袂歹评价，但过最近有民众买这个餐点，确实发现副餐的饮料封口塑胶膜顶面竟然印着意思统战的标语，写着我甲我的祖国一刻也无得分割，真生气上传网络分享。其他民众是有无同的看法？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好，因为有一些可能，比如搞不清楚的，他可能觉得没关系，但我是觉得自由是很重要的这样。有什么法律什么去避免它嘛？对不对？应该没有强制性的动作，可是我觉得这是他的自由。对啊，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店家，就不要来。业者事后经由文理声明来核实的，讲因为节省成本无家己设计制作，你是经由购物平台采买中国制较高水图案的塑胶封口膜，已经使用几啊卷啊拢无问题。唔知影讲不同文理是藏伫其中一卷内底，就已经全面来停止使用了。今年8月，在云林才发生饮料封膜出现"中国统战"的字样。同样的事件，在今年11月的台中又再次发生。
混杂在正常的封膜产品当中，这不仅让厂商难以预防措手不及，也令消费者留下不好的印象。民意代表讲，婚姻八月有饮料店要用这个印有统检标语的塑胶的封口膜，而且标语的内容设置甲排版，拢甲台中发生的案例拢同款，真可能就是中国政府要求这个厂商所做统检小手段，中央甲地方政府也是爱小心防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2024秋斗大游行下晡起鼓，今年的主题是和平反击、民主优先。还有政府都要重视高物价、高厝价、高工时的问题，嘛要增加国定假日。因劳动部是表示，修法了后，这劳工一年也是会当休假116天，薪水是有慢慢的起，工时嘛已经有咧对咧降。行到总统官舍附近，向总统赖清德发话：一年一度秋斗大游行，今年主题和平反击、民生优先，焦点放伫国内3个问题。2024秋斗游行70正式登场，要求重视台湾高物价、高厝价甲高工时的问题。现场有上百人来参与响应，也毋甲往年来比较，主办方面坦白讲，人数受减少。现在物价节节高涨以外，我们一辈子的辛苦买不起一栋房子，那再加上就是说我们工时高，那我们的薪水也低。砍掉劳工的7天假，1年下来帮所有台湾的财团、雇主省下600-700亿，拿去炒作房地产、炒作股市。赞成团体报案固定假日放减掉7天，也批评政府法律制定有问题，袂少劳工伊的底薪比基本工资较少，也佮加上这津贴有超过，似乎就闪过违法的问题。劳动部是讲修法了后，薪水提升，工时下降，也有望保障劳工有固定的休假天数。修法之后，其实我们就确保了每一个劳工都可以有116天1年的这样的休假日数，劳工的薪资上面也是有往上走，其实不像外界这样误解的那个情况。这回对工时薪水处价通货平调，拢予工斗团体真注意，也过游行过程也发生互警告情形。第一次举牌警告。网络停落宣讲，一度互2摆警告，也出现民众出抗议，不满活动举行，加在最后是顺利落幕。记者综合报道。今仔为着要推动薪水公开透明，劳动部讨论修正就业服务法，薪水公开标准，若要对4万块纠悬到5万块，这也就是讲，未来公司若要招财，若薪水是无到5万块的，都要公开，袂使阁写记名才讲。拍算明年度就要启动修法。点开求职网站，伫深水大区这边常常看到便宜这2字。不过，按算为明年开始，劳动部推动就业服务法修法，未来若薪水不到5万，拢爱公开薪水范围。因为劳动部统计，公开薪水上路6年来，总共受理440件检举，开发55件，开发率干那12.5%。我觉得就是写清楚，让我也可以就是直接还没有进去的时候，我就了解到，这是不是适合我的？可能你会至少有个底在，就不用再去当面再去讲。为主计总处数据来看，国内计薪族年会分布分做2个区，首先是20岁到24岁民众，月薪不到3万的人数有18.8万人，比率47.1%。第25岁到19岁，月领不到3万，也有14.9万人。65岁以上是占国内计薪族群的一半。社会新鲜人，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个薪资议价的这个经验比较不足，可以让他们可以保障工作的权益。为保障促进人员的薪水议价能力，未来薪水不到5万的头路，拢禁止写便宜。不过有金融业者认为，爱全体适用，才能对薪水透明有帮助。做全部揭露这样的原则，我想对于这些谋职求职的劳工来讲，更透明的资讯更有助于他去判断他的求职的机会。薪资呢，这个越透明化的话，也会跟着这个比价效应往上推升，有助于提高这个新鲜人这个薪资的一个这个拉抬。劳动部按算修法了后，应包含的头路范围差不多是9成，不过有其他医疗专家认为，找头路应该提升自我的能力，将提悬薪水谈判的条件。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来看，以色列甲哈马斯相战，战到即马已经400天。以色列首都昨是有大批民众咧抗议，讲政府要停火放人质，这协议到打是拢无结果。另外，有风声讲早前讲愿意来做共亲的国家阿拉伯个国家卡达，因为讲以色列甲哈马斯根本就无想要讲和，未愿阁出来斗桥。倒来外桥面顶，灯会大大显示出400这个数字，边仔讲不是大标志，提醒社会大众，以下冲突发生，甲人质和武装组织哈马斯绑票已经满400天。数百名以色列人质的家属，找到暗时组织伫首都特拉维夫的人质广场，目屎流目屎滴，要求政府加速停火谈判，带因的出来人转来。阁有真济愤怒的民众组织伫以色列国防总部外口，抗议政府救人质的速度上慢，要求总理纳坦雅胡落台。Unimaginable 400th day that our loved ones are held captive in the hell that is Gaza. They are still there because of Benjamin Netanyahu. Still having 101 hostages in Gaza.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unbelievable. 以下冲突无停，伫中东各国真济个协调之下，停火甲人质协议一直无结果。和过去努力协调，双方的国家卡达认为双方拢无诚意要做谈判，宣布暂停解职协作协议，一直到双方拢有诚意要做谈判为止。Qatar drawing is for us is a chaos. Now without them, we don't know who's going to be in charge of the stretch connection. If it's going to be the Turkish, if it's going to be the Egyptian, if it's going to be anyone else. 除了以下冲突，以色列甲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嘛无停，甚至联合国驻黎巴嫩的维和部队个指控，为9月30以后已经受到40架的攻击，其中确定有8架是为以色列来攻击，包括这个月初7，以色列军方用怪手甲大型机具摧毁维和部队基地的部分围栏，甲阿木图结果。维和部队讲，以军超故意直接破坏部队的财产，是公然违反国际法，这是对联合国部队的指控甲抗议，以军否认有这款代志。公司新闻。过来看南亚国家巴基斯坦俾路基省的一个火车头，人讲受到自杀的炸弹攻击，上无26个人死亡，有超过40人受伤。当地武装组织俾路基解放军已经承认犯案。车头的柜台人潮来去，但咧等火车进站，煞向出现火光，了引发大爆炸。这是南亚国家巴基斯坦在当地车道发生的恐怖攻击。当时伫俾路基省的奎达火车头受到自杀炸弹攻击。अंदर जा रहे थे टिकट लिए उधर बैठे 2 मिनट हुए थे हम वहाँ पे पहुँचे थे 2 मिनट के बाद ब्लास्ट हुआ है वो हमारा 2 जख्मी और भी हुए हैं मेरे साथ लड़के थे ना वो भी जख्मी हुए हैं जो हमारे साथ और भी काफ़ी लोग थे वो तो 中华国媒体报道，当时有真济乘客搭咧柜台等车，准备坐车要去白沙外市。第一台列车搭要出发的时阵，煞强发生爆炸，造成真济人死伤。路透社报道，奎达当地军方调查显示，自杀炸弹客是伫100多人的人群内底，引发外套内底的炸弹，所以向恐怖攻击的方向调查。当地武装组织 BLA 俾路基解放军也发表声明承认犯案，表示攻击目标是一名伫火车头要登去厝的士兵。भाग दौड़ कर रहे थे कोई जख्मी थे कोई किस तरह थे कोई किस तरह थे किसी की पाँव नहीं है किसी के हाथ नहीं है किसी की टांगें नहीं है तो काफ़ी लोग जो है इधर उधर BLA 组织是巴基斯坦当地叛乱组织内底规模上大的一个，因为认为政府开采当地天然气甲矿产资源，并无公平互居民得到利益，定来伫当地发动恐怖攻击。这个爆炸发生了后，当局伫奎达市各个地区，警监警察甲执法人员启动快速的安检措施。奎达市嘛伫车到暗头，替牺牲的16名士兵举行丧礼。而巴基斯坦总理夏利夫除了谴责这个攻击，嘛要求病院管理部门爱尽全力救治伤患。国视新闻台是同朋友。咱转来看国内，讲到即马已经11月啊，煞一直个风台。气象署指出，目前伫咧西北太平洋有银杏、结景、万宜3粒风台，还有一粒低气压，可能会结做第4粒天兔，一届4粒风台做伙咧加。目前的话，这3个台风的话，这个南海的话，在72小时之后就会变得在西之下。那这个最东边的这个也是在72小时，大概走在海面上的话，也是会变西之下。那稍微比较有影响就是这个目前在这个菲律宾东海里面的桔梗，那在周2到周3清晨会有一些外围云气、水汽带上来，所以比较会有一个间接性的影响。那至于这个新形成的热带气压，就要观察期末它的这个动态。
气象署指出，这粒低气压上紧明仔就会叫做风台天兔。这4粒风台，照目前看来是拢未扫来台湾。不过风台袂影响拜三进前，东北部拢可能阁落大雨。继续来看日本的伊瓦蒂莫尼奥卡市，这届是为着要替花莲进行观光，特别甲因的传统机号山车艺过运来台湾。不过所客人发现讲，这车顶竟然是写千手甲千果，引起议论。首相查明了后，发现讲这是车走来时未记理解，已经回失咧，嘛强调一定会负责。长7公尺、悬4.5公尺、总动车过2栋的成功山车，伫前导车山岭下来到花莲的东大门夜市啊来游街，真侪游客等咧欣赏。因为成功山车已经有300年历史，予日本政府指定真侪无形的民俗文物，是当地祈福传统仪式。后民众伫天桥欣赏，却是发现喊过情形，前导车、播音车 LED 灯顶头竟然出现电加警道这种类的名词。什么千秋永别？什么意思？这个啊。民众讲是想喊过啊，原来是承办的行销公司租用播音车时无查明用途，也无加 LED 灯的电源给关起来。毕竟百密必有一疏啊，好，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够跟厂商说，下次在举办任何活动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仔细。行销公司发出声明，经审困核实的，强调负起所有行政的责任。官府是回应讲，已经要求对方不再搁犯相关的错误。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北市信义区的基隆路，最近因为要停坡半暝啊，拢咧施工，结果那就是因为告示牌甲临时的车道规划了无清楚，将基隆路的地下道煞规个大塔车踏要点外钟也未点未当，引起民怨。市府是表示，今仔下暗会暂时停工，检讨施工的时间甲指挥，会来赶紧改善。民众塞伫车阵中，因为等伤久落车沿路尾，还佫拍其他的车辆。这是台北市基隆路地下道，是串联市中心的南北向重要交通要道。初到半暝11点出现异常大塞车，监视器翕到大批车辆未停未动，短3分钟，2公里的路程塞1点钟。民众卡1999市民专线，也是报警，拢找无人帮助。炸掉啊，对啊，而且那个地方也没有别的路可以替代，就是只有一条，对啊，所以其实还蛮痛苦的耶。下面空气又不是这么好。民众表示，基隆路地下道尖峰时段会塞车，也毋过半暝啊塞1点钟真少看。那塞车的原因，亲像甲部分道路封起来有关系。基隆路地下道到月底进前，逐工暗时11点到加长工头早6点施工，完成规划告示牌调拨车道的配套措施显然无可周全。这回施工的交通维护计划，红批评是无实际解决问题。那涉及公安危险、救护需求，恐加造成公安问题。昨日有接获199的通报，现场及时启动应变机制，由交通中心协助增开路口秒数，来改善拥塞的情形。约1小时后完成疏导。面对民怨，北市府回应，为初早暗到11透早起，会暂停施工，检讨提升道应该道，还是调整施工时段日期等，精进措施，避免塞车恶梦搁一摆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北区的进化北路甲台铁街路口，即马当咧做交通岛过路等待区的工程，不过就也未完工，这1礼拜就先互人弄2解。民众嘛质疑讲这设计问题，市府是表示又搁加强宣导，嘛会设告示牌，嘛提醒民众若是塞车，就应该爱加注意。这台运色的车正准备要倒弯，不过拄则起步就直接去弄到庇护岛，加在是无人受伤。这个所在是伫台中市北区的进化北路甲台铁街口，正正伫进行庇护岛的工程。不过11月头1礼拜就已经发生2件有记录的小龙庇护岛车祸，附近的民众认为讲，这设计可能是有问题。要做标示啊，没错，就是警示的部分的，因为它比较没有办法让人家去注意到它。伊常常啊，你人弄较出去啊，为个较白目就去弄掉啊。警方讲，这路口的庇护岛工程也未做好，
乌色甲黄色的这个警示线也未画起，行船线也佫有车道标线也拢还未定位，加上这开车的人无注意，所以讲才无小心去弄到庇护岛。驾驶如果提早转向，俗称的切西瓜，很容易因为 A 柱阻挡视线，无法及时注意到庇护岛或者是行人穿越道，增大了事故的风险。转来到这个事故现场，庇护岛两边拢有真明显弄到分裂，顶面进行方向标志也弄甲规拢歪去。台中市府讲，完工进前会加强警示甲宣导，避免这个意外搁再来发生。将要再加强警示标志的辨识度与宣导。市府也强调，庇护岛工程拢依照相关的规范，审查通过才设置。下礼拜就开始来进行这个穿越车道线这修复工程的施工画制。伫完工进前，民众也要多多注意。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早期，伫咧基隆八斗仔港边，拢是满满的zan仔船。渔民若要掠鱼，就爱3只zan仔船做一组，做伙出海。时来演变，这zan仔船即马已经渐渐无去，为着卖互这样传统甲造船的工艺失传去，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特别有办一个工作坊，邀请民众做伙来做zan仔船，实际体验嘛体会渔民的辛苦。侪囡仔甲家长为伫即只zan仔船边啊，替船身抹红点彩。这是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办理的造船工作坊，所有人共心做伙完成即只zan仔船，体验传统的造船工法。即只是茶造的船，所以我特别带囡仔来到底去做即只船。第一届我唔参加，第二届我感觉，有来我都规只船拢做好的时阵，我感觉这是最好，对囡仔来讲最有意义的。嘛，就好省诶。他们台语怎么说？zan仔船。哎，为什么会想要来？好玩。另外，家长也分享，即马真少囡仔知影船是安怎做出来的，而且这种传统的工法搁较罕得看到。海科馆也表示，知影船上早伫清朝末期八斗仔东北角这带近海渔业，拢会用这种茶头做的知影船掠鱼。不过即马船拢是用玻璃纤维做的，港边已经真少看到知影船。即马伫咧万里听讲过有一台2台船啊，有放伫咧海边啊，毋是要来掠鱼啊，是保存起来，是毋是去作业的船啊，所以即马即种造船的迄个工业已经拢失传啦。海科馆也表示，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即马真少人使用知影船。不过，知影船这款传统的造船工艺，是祖先为着趁食一路行来的累积。内底有早期渔民的智慧，甲对生活打拼的精神，这也是现代渔业会当发展到今真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海科馆甲海委会合作，伫8月份就有先教民众用茶头做知影船，趁这个礼拜办理彩绘工作坊。未来也希望透过更较侪知影船的体验活动，互更较侪人来认捌八斗仔的知影船，学习渔民打拼的精神。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基隆报道。讲到嘉义水上是台湾中南部上大的仙草产区，为了要推广电园的产业，水上是特别举办仙草节活动，配合社区研究出侪产仙草的好食物，嘛设计导览活动，互民众透过仙草来熟悉在地文化。配合老师的说明，参加行读的人唔通参观地方的庙寺，搁伫庙埕用仙草来做物件。嘉义县水上乡举办的仙草节活动，带参加的民众来了解台湾第2大种植仙草的产区。要食猪肉，唔捌开猪咧行咯。啊，唔捌食仙草茶、仙草冰，啊，唔捌看仙草站。今仔日来遮，互大家认识，这是足好机会。嘉义县水上乡仙草种植面积将近14公顷，是中南部生产仙草的产区，受到顶一阵风台影响，大约造成6000万的损失。为了要来推广在地产业，乡公所争取农村水保署的补助，举办活动来消解仙草的特色。农民啊，伊嘛毋是讲假种尔，伊即摆嘛知影讲伊的物件，会当去透过包装，有新的通路，而且呢，佫会当带动人潮，有人要去买到水上乡。仙草其实足济拢去水浸死。啊，为做一区嘛无收，所以村头剩3成，所以即马今年农民会计绍做好，因为厂商拢随，你只要有，伊就随来再走啊。乡公所表示，因为风台的关系，今年仙草花开的状况无讲介好，所以今年仙草节的活动以地方产业的历史甲社区适农教育做主题，希望透过浸水池的内容，唔但提升乡内产业的环境，嘛向民众推广在地特产。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明仔载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2度到27度。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外岛地区21度到27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稍等咧，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谱。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